我就是把他们叫过来干农活的。认不认识？是不是这长大的？你稳不稳呐，兄弟？我还想见到我的孩子。你不应该帮我拿下行李吗？哎，那么客气干嘛？真是刺激你。我现在回来就感觉好多人都认识了，已经。不是，你也想吓我？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做我小时候玩过的项目。应该算是久违的感觉。你小的时候有什么特长？没啥特长，我就学习好。小时候就是多灾多难，我右腿疯狂受伤。哎，我以前真的身手好，我喜欢说小话。我们2个人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我校园那种懵懂的爱情。干饭了，干饭了。让我们干一杯吧！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我就是特别喜欢去朋友家吃饭的那种感觉，有那种家常的味道。我们这个叫做去朋友家吃饭，叫阿婆准吃。回家见家人的时间真的特别的少，要珍惜现在的时间。家人是我在这个城市活下去的信念。我之所以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肯定都是希望家人能过更好的生活。回来之后有地方可以住了，终于有个地方能真正意义上落脚。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关系隔得不止一道墙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一墙都推倒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，因为他们生你下来把你养大就很了不起了。我觉得亲情啊，在我们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个变化，它会由亲情变成一种信赖和尊重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给爸妈打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，汇报一下最近在干嘛。3、2、1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3、2、1，笑！1、2、3。3、2、1，笑！能看我一眼吗？哎，对，特别好。回去吃一顿饭，因为爸妈的饭真的挺好吃的。